叫咱姐你教一招，换我来教你教一招。我甲你讲，迄咱咧煮饭的时阵呢，若这肉要生，咖啡泡嘛是会当生哦。咖啡泡是吧？对，哎呦，我嫁翁30年啊，还唔捌学过。今日来甲你教，你甲看，一般咱若是这肉片要炸进前，你一般拢是用豆油先生过，但是你若是搁加咖啡泡落呢，伊的香味会较香，肉炸起来搁会较嫩哦。哦，嘿，一般咱先甲肉放落来对无？嘿，来倒寡咱的豆油，豆油先甲倒一寡落。咱一般是嘛，可能是用盐啊，对，用倒寡米酒啊，但是今日咱用咖啡泡，咖啡泡安尼甲生肉，差不多是5分钟至10分钟呢，咱要煮进前来拉，互伊的香味会降入去。要煮进前，甲咖啡泡冲好掉。对，大家甲看，这咖啡泡看起来拢无啥物利用的价值，毋过吼，其实伊伫咱的生活当中，佫有足侪会当发挥的所在。比如讲，对于咱的生活当中增加一寡较方便的，也是讲会当废物利用。这个咖啡泡会当为咱的地球带来环保的价值，足无简单的。毋对，观众朋友，咱爱紧来学起来哦。